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呀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也像爱呀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来坐，你做啥？你做啥？秋萍，秋萍，你哪啉这么多酒啦？你谁哪会啉这么多酒啊？你别搁解释啊！你头头欺负秋萍，我拢有看到。想要讲你是这款人哦？不是欺负我，是我家己愿意。我爱人是伊。惊到的是我，我甲你是一个普通朋友，我爱的人不是你，我爱的人是文华。国尊啊，你是倒一点要甲文华比？文华的人斯文，甲细个，阁是一个医生，你咧？你啥物物件拢无，你含一个正当的头路拢无，我为恁两个之间做一个选择。来讲是我，全世界的查某拢袂选文华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叫我选你啊！我无遐尔伟大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你别讲了，别讲了啦！想要讲你是这款查某囡仔，是我看唔着人，我看唔着人啊！我秋萍，你要讲这什么话？你知影无？你失踪迄天，有人导以为你死啊！你几号间想要去跳海？你讲哦，伊要去找你啦！若不是阮甲主动哦，你早就死啊！你想看卖？有人导为着你，性命都卖啊！你安尼做，你甲对得起？对得起！秋萍，秋萍，你一定是烧酒醉才会讲遐话对无？你一定唔知你家己伫讲啥对无？秋萍，秋萍，我唔对，我是毋是烧酒醉？啊，不过酒醉心头疼，我才会当将我的心内话讲出来。准啊，
对不起你，你对我有感情，我后世人才来报答你。哦，你这查某人，你袂开我气啦！你也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人啦！唔得啊，我怕你啦！哎大，哎大！秋萍，秋萍，你想要要刺激准人？你明明知影伊。知影爱我是我，不过我头我讲话，你都无相信，你无相信我爱的人是你是无？是，你叫我爱我，你竟决定要当娶小姐的身躯边，你讲我是不是？秋萍，我是真心在爱，我无可能对你热情的身躯边。啊，不过准男的，甲准男相爱，准男要安怎啊？感情代志本来就自私啊，咱莫怪你好无？哎大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滚啊！安大，我知影你心内足痛苦的，那我做想我赶快嘛挡袂掉的啦。啊，不过你会记得无？以前恁咧顾你的时阵，我教伊一个老师，伊拢袂睬我，我嘛足痛苦的啊。啊，不过你甲我讲，好了，靠欺骗的啦，查某人爱提起放的路啦，你后间查某遮济，免惊啦，我有你靠啦。今晚我好你哭，你从酒瓶帮我买鱼，好不好？好不？你莫跟我讲，你别讲啊！我是为了你啦。你创啥？是为了袂计小查某，唔知你安尼做啦。你讲啥？我不是为了你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我无讲唔对啊，领导。我叫你出去，你不听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阿母哟。哦，啊你芳水甲规罐倒的款呢，啊喷甲会转健康的。安尼气氛较好啊！你毋是想要生囝？好法度，我这个年岁咧生囝，人会讲我阿婆啊生囝真拼咧。正病嘛都要病一下，无真是要囥到老婆去。嘛是有影呢，时间咧过是真紧的。哦，是这个。会记个囡仔时代啊，咱上爱过节，才过一个儿童节呢，啊，南面就青年节啊，还阁无机会通啊过母亲节。某一个呢，南面咱就重阳节啊啦，若无较紧拍拼一个，真正若到清明节的时阵哦，是无人通甲咱陪忙哦。嘿妹，啊，就紧拼一下。创啥？你搞西药的，这是啥？刀中甲解泡酒，哦，一杯一滴。
咱们来表示一下情绪。有像啊！哦，哎呦，啊你是咧创啥？来这不外面啥看？陈金梅啊，陈金梅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陈金梅啊，陈金梅，开门啊！啥啦？真的吗？人家变教是要创啥啦？我是传金马啦。好溜的啊！陈金梅，咱三个看面迄就是咧创啥？代志唔好啊啦！阮领导为着秋萍甲文化的代志啊，强要起笑啊呢。文华甲秋萍是安怎啦？啊，俊男那都爱起笑。哎呦，煞唔知哦，哎呦，我袂晓讲啦。陈金梅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考劝秋萍啦，啊万一互伊甲文华车米煮食饭，哎呦，阮领导哦都要去跳海啊啦。 300人啊，无可能啦！但大家嘛知影，秋萍哪有可能爱文华啦？秋萍爱的人是俊男吗？嘿，那也无可能啦！阿嫂啊，你毋是有讲过，讲秋萍哦变啊甲较早拢无共款呢？哦，凡是伊心理变态呢，伊若心理变态哦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？哦，伊做危险的哦，爱来甲看卖啊！好你喂，跟我来去。喂，我看到秋萍迄型哦，我会甲拍啦。啊，毋过为着阮大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去考阮秋萍啊，吼。好啦好啦，我来等你哦。哈？人阮要休困啊呢？恁困你呢，我等我来啊。有这个你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秋萍，你莫搁啉啊啦，你莫一啉。杯啉了就好啊。安尼喂，真正翕相翕相，这只秋萍毋去了了，我去倒来报告。等啊。也袂啦。你毋是咧困？我哪有在困？我在等。你咧喊眠呢？啊，你明明困甲会寒，你咧等你的头啦。等一满啦，等一满啦，是安怎啦？等一满啦。你讲咩？秋萍甲陈子怡两个已经，啊，已经安怎啦？哎呦，秋萍去了了啊啦。去了了。不讲啊啦。系啊啦，我袂等。你要去倒？我要等去卫生所，甲因兜讲啦。哎呦，好溜的啊！你莫甲俊男讲啦，这声若甲讲到地哦，真正会想袂开哦。我知啦。想袂到，秋萍哪会去变干的啦？伊是当时啊去爱着文华的。想袂到，因缘来变个，药酒在当时才会发挥作用。哎呀，秋萍甲药酒有啥关系啊？来，上比较烂掉啦。那
搁想伊啊，咱来啉酒啦。你别啉，好，我啉啦，我摕杯啊。好啊啦，莫来行来行去啊！你即摆互你行到天光，秋萍甲文华代志嘛是袂解决。啊，我即摆呢有影有成人食米粉，我咧发烧啦。也毋过哦，愈收心肝就愈硬呢。秋萍即摆来变甲遮凊彩，啊，遮简单就去互抄落去哈。时代无共啊啦，以前咱是驶牛车行石头路起酷酷，即摆少年啊，高速公路一连40，160直直劈入去，骹手完袂。道理我拢知啦，你批偌紧嘛共款，时代变，人心袂用个变的啊。咱秋萍是真乖巧的查某囡仔呢，啊个性嘛真保守啊，哪有可能一声变遐济？唉，伊要对啥无？嘛是伊家己选的，迄嘛是伊的命，咱管袂着，紧来困。哎呦，毋是讲我爱甲伊管啦，我是咧考虑讲吼，虽然文华的条件是袂歹，也毋过伊甲蔡丽玲是还袂退婚哦。一声若强强要将文华甲抢过来，恐惊会去逆着蔡明阳。迄明阳是安尼足挺性伊这查某囝的啊，啊若去互伊切心着，迄代志就惨啊呢。啊，这过来甲苦劝一下吼，会危险无？莫管咱这档，人有咧讲哦，好的人伊面就无后代，你咧硬要共处掉，咱才袂生你了解。无你的头啦！凊彩讲的，啥物我咧破坏人的姻缘？你无爱想看嘛？即马天后啊，因一家伙还剩秋萍一个人尔呢。啊，毋拄若佫出啥物代志，到时阵咱就去甲迄间空厝向天后啊回息咧。这件代志我无管束干那袂的，要来甲处理一下。啊要倒啦？找秋萍啦！你要要出去无？你嘛衫换一件，你穿长样啊咧？对，这杯我敬你，好大。天拢要光啊！我咧臭小囝还袂转，小等伊转啊，你袂绝对互伊歹过。你咧倒？我摕这支哦，高兴，哦，愈想愈气。文华，你天拢要光啊，即摆我袂转啊！那查某哦，嘛毋是困一型的啦，厝边有够戆的，凊彩就人困。没有啦！毋是我讲的啦，是部长即目睭看到的啊。你讲就应该请大医生啊！无开啊，老板！干嘛？我放开啦，哎，放开！
春娘嘛，啊，你哪会过嚟遮？秋萍还袂精神，我得甲照顾啊。唔免你在咧加体贴啦，照顾。我怎唔知你心肝咧想啥？哼，看起来遮尔有人办，想袂到哦，看起来好溜溜，做了是遮夭寿啦。春娘啊，你免讲安尼济，你来遮做医生已经一段时间啊，对无？阮大家对你啥款？恁大家拢真照顾我。啊，你会讲阮大家遮照顾你，你用安尼咧报答阮了哈？你唔知影俊男足爱秋萍的哦？这我知啦，俊男将秋萍当作家己的性命。啊，你都会晓讲俊男将秋萍当作家己的性命，你啥做头壳要来甲俊男抢啦？春娘嘛，你我安怎？我知影你咧介意秋萍啦，不过你也要介意，要捉查某嘛，就用正当的手段。即马秋萍因兜是死甲剩伊一个人尔呢，遮尔可怜的时阵，你无帮助伊，你搁即马侮辱伊的清白，你是啊？你免当讲遐济啦，保定仔早毋来过啊啦，拢看到啊啦。春娘嘛，你误会我啦。5岁甲6岁咧，那保定仔即个人吼，虽然是普通时较3班，也不过即款代志伊袂黑白生话啦，即款代志嘛袂用黑白讲的。你是一个有地位、有学问的人呢，遮尔高尚的人，做了遮无高尚的工课，春娘嘛，你痛啥？啊，卖安尼啦，卖安尼啦，春娘你敢放手？你无安尼啦，无安尼啦，俊男，你要解水啦！你免解水，你我，解水，啊，快秋萍紧。真，我甲无法的代志，是我家己欢喜到我。我嘛甲你讲甲足清楚，我选择无法，是伊的条件比你较好，你连头路都无，你是会当互我什么？秋萍啊，莫安尼讲，无法会当互我，你敢会当互我？无法做会到，你敢做会到？我不爱听，你莫讲讲。你听清楚，我甲无法这样来上好。我希望你会当死心，你莫过来惊了阮两个。好，我死心，我绝对袂过来你搞了你。俊男啊，俊男，秋萍啊，你即摆在讲啥？你敢知？啊，你不爱慢慢来刺激伊。是啦，秋萍，你不应该讲这种话啦，你都莫讲，莫讲，本来就莫甲你讲啊啦。但我看你今仔讲这话有够咸啦，你出门要叫伊去死的是无？我甲你讲啦，上尾这句话你甲我听入去啦。你都唔免安尼，你若无爱，无甲伊好好讲，那就安尼。男女的感情爱好好处理啦，男女是相爱爱欢喜甘愿啦，无爱嘛免咧激气相待。你，哦。秋萍，你莫阁伤心啊！你走！你走！哎呦，有够衰啊！拢是文华甲秋萍害的啦。哦，最疼。哎呦，安尼啊。你春男嘛？春娘嘛。哎呦，啊，恁这是去互风台拍过哟啦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！哦天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为了俊男，我家己去讲着头啦。啊，你是安怎会去为着伊去弄着头啦？啊，等下即摆人咧啦？啊，去找文华甲秋萍啊啦。哎呦，我煞毋知去找文华甲秋萍，搭即阵人咧啦。你问我哪会知？啊，你毋知影？啊，伊毋着到即阵拢还袂转来。哎呀啦，啊若是拢无倒转来，啊毋表示伊出代志啊。啊，春娘啊，你讲啥？俊男出代志？嘿，那较紧来找伊啦！紧！哎呦喂！我煞袂记，我一个赶紧互你穿困衫啦，你去找伊就好啦。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哎呦！我甲无法的代志，是我家己欢喜到我。我嘛甲你讲甲足清楚，我选择无法，是伊的条件比你较好，你连头路都无，你是会当互我什么？秋萍啊，莫安尼讲，无法会当互我，你敢会当互我？无法做会到，你敢做会到？我不爱听，你莫讲讲。你听清楚，我甲无法这样来上好，我希望你会当死心，你莫过来惊了阮两个。恩达，
这毛你家己啊啦。最害咱咧5年斗阵大，我毋捌看过你遮痛苦的。看你为着手遮痛苦，我的心内也足痛苦的呢。既然秋萍嘛头遐尼悬，看咱无，是安怎要留喺遮扣伊斗赚？咱是无钱啦，咱是无好的头路啦。啊，毋过你会记，咱咧5年，大家拢过得足快乐的啊。有钱是安怎？无钱是安怎？有钱嘛是人，无钱嘛是人啊！你讲对无？我的建议长，定甲咱讲一句话：人拍拼无一定会成功啦，啊，不过咱做人吼一定爱拍拼。无论咱拄着什么困难，对咱的人生一定爱有希望的。你会记得？咱回来台湾。咱要回台湾啦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有？想要到吼，咱讲行就行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安尼嘛好啦。离开这伤心的所在哦，咱的日子哦会较好过。喂，慢工啦，咱来行好无？对。哦，你俊男，恁弟兄你买倒？去倒？要倒去台湾啦？哼！你讲啥？你要回去台湾？安尼你欢喜啊吼？阮缘投离开遮，就无人甲你抢手柄啊！你即摆会使买炮来放啊，放几刀青草，请人客。哦，你哪能讲这种话啦？啊，无话讲啥？你即个人，俊男，你莫走好无？我甲秋萍的代志，请你哦听我解说啦。你无需要解释，但是，我承认你即摆条件比我较好，秋萍会选择你，我袂怪。也毋过你甲我听清楚，你若是辜负伊，还是互伊受到一点仔委屈，我袂帮你算。俊男，你莫掠假啊啦，好好对待秋萍啊！因两个是因为误会才会离开，那安尼我良心免害安尼，到底是要安怎？这条尾是俊男留秋萍的，只要甲秋萍有办法从俊男留落来。啊？你要转去台湾哦？俊男，好了呀，恁真正要转去台湾哦？啊，无爱搁加大一站啊？哈？莫讲是阮大的啦，即摆连我吼看到秋萍甲文华因遮好，我就规巴倒火啦。只我甲阮大的要how大啦？啊，无谈恋爱甲遐简单。安尼恁就要认输啊哟！啊，认输用老炮的刀片，毋是办法啦。俊男嘛，村长嘛，我甲何柳本来就毋是恁遮的人，早晚拢爱离开啊。多谢你好意。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俊男嘛，这土地吼是咱大家的呢，哪有分讲什么所在谁会使大，谁袂使大的啦？爱大落来啦，会当斗阵是有缘的，啊，毋多爱小缘才对，哪通话走就走，吼，大落来哦。嘿啦，搁大落来，搁大落来啦，吼。袂使走哦。有啊，因要哪带会掉啦？啊，咱这少年啊，家己讲都毋都拢走台湾去啊！要叫人留落来，无马有一目标，啊目标就无位啊，莫家己勉强啦。有影吼，啊无目标吼。好啦，啊秋萍决定要对文华，莫放俊男一个在边仔咧讲话太苦，那嘛毋好啊。啊，俊男嘛，好你话，要离开进前哦，恁两辈来，传统不要甲恁见面，哦。啊对哦，OK。还想见你？俊男嘛，小姐姐嘿，我那边都好，烤酒食咩哦？好，紧来。临时。
细声呀！咱毋是要传饭菜，你家己来遮要创啥啦？你踮遮慢慢啊传啦，较紧的啦，我要来去找秋萍啊！阿嫂，你是找秋萍要创啥物啦？我要叫伊去考更准啊，莫走啦！哎呦，嫂啊，你还家无要创啥物？陈医师甲秋萍阮两个当然嘛爱加补一个。即马吼俊男互伊走，其实一去不回头呢。我是愈想愈奇怪，秋萍爱的人明明是俊男哦，是安怎来雄雄换对象变文化？其中标的，我来甲看卖者。秋萍，秋萍，秋萍啊，喂，啊你哪来伫遮？我是来找秋萍的啦。啊？春林嘛，秋萍嘛走倒去安尼。你也咧找伊哦？啊你找伊要创啥？我摕这张纸要互伊啦。这是俊男留给秋萍的，今俊男要离开啊，我是叫秋萍去考劝伊啦。你讲要叫秋萍考更俊男搁大个哦？嘿啦。俊男敢是你的情敌？啊你哪才有北顿？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安尼吼，即马吼俊男甲何流拢来阮兜啦。啊那安尼，你甲我斗阵来找秋萍吧。好。先等一下，啊，等来啊，等来。哦，咻咻咻！礼拜哦。叫人家摆过来，来，我先看。多谢。多谢。恁两个坐这位，我都想到，头一工来我厝时嘛是坐安尼。迄工我心碎个，迄工。就是嘛，迄天吼唔但好笑尔咧，还佫出恐怖，因头的差点要叫你仙人跳去。你这是讲啥？讲到遐尔歹听着，什么仙人跳？嘿，迄毋是仙人跳，无是啥？迄毋是啦，迄个阮某吼，急要甲保定遐寄出去，啊，毋知用这个步数，歹势啦。袂啦。阮嘛就歹势啦。阮跳走啦。陈六妹，保定甲老王有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若讲到迄个死老王啊，我就规巴肚火啦，害我嫌啊扣出去。春六，春六啊！讲人人教，哪遐拄好？我在讲你尔了。坐。哦，我讲我啥物啊？讲一只老牛哦，孝顺要食柚瓜笋。你哪来？我拄着春天母嘛，伊甲我讲哦，俊男甲何你要倒去台湾啦，所以啊，我就过来啊啦。来，我你好啊，介绍。哎，俊男啊，何六啊，你们真的要回去啊？咱们也算是朋友一场啦。我老王就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前途无量。来，我嘛祝福恁两个等去台湾了后，事业成功，早日娶着好无？陈六妹，关顾，保定，这届我甲何柳等去台湾，唔知影搁要偌久才会当甲恁见面。这段时间，感谢恁大家对阮的照顾。我嘛感谢大家对我的疼痛，我定下出差，大家拢无甲我见怪。恁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的。人总是互相的啦，咱大家斗阵来见两欢喜哦啊！恁要离开我，真不甘。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喝酒。哎，来，唔通搁啉啊啦，春班的时间得要到，阮头来走。是啦，我们来走。等者啦，阮阿嫂吼去找秋萍来了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？
啊唔摕咧。哎呦！秋萍这个名伫我的梦中，唔知影叫过几落10摆，这届我已经决定，这是我最后一届叫你的名。这世人，我有2个美梦，伫咧熟悉你之前，我的美梦是会当替遐个孤儿捡到一笔钱，替因去一间厝。伫咧熟悉你了后，我的美梦是会当替我甲我心爱的人，一个叫做秋萍的查某囡仔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也毋过，这2个美梦，一个是真歹达成，另外一个已经完全破处。秋萍，我并无怪你，你有你的自由，你有你的选择。你讲了无毋对，你需要的是安稳的生活。我啥物拢无，我有啥物资格甲文化来争取你？我虽然无条件甲文化来争取你，也毋过我相信我对你的爱，绝对比任何人搁较深。为着你，我甚至讲会当牺牲我家己的性命。既然连性命都会当牺牲，只要你会当幸福，我还阁有啥物袂当牺牲的呢？为着要成全你的幸福，我只好选择离开。不管我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将咱这段感情藏伫心肝内，永别啊，秋萍！伫咧离开之前，请你接受我的祝福，永永远远，俊朗。准啊！我袂使去找你，我袂使去叫你倒来我的身躯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袂使，我袂使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送你。秋萍，你敢知影我后来拢是为着你？虽然你即马是孤孤单单一个人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今仔开始，我会好好保护你、照顾你，袂互你搁受到任何委屈的。国尊啊，你是倒一点要甲文化比？文化的人思文，甲细哥，阁是一个医生，你咧？你啥物物件拢无，你连一个正当的头路拢无。若要为恁两个之间做一个选择，莫讲是我，全世界的查某拢会选文化。春阳，我对不起你，命运创治，为着要替阮家的人报仇，我才会安尼做。你敢有当了解我心肝内有偌大的痛苦？
一世人辜负你，我希望后世人会当来报答你对我的亲情。小平，小平，我四个在找你，你知影无？何柳甲俊男要离开这。柴牛嘛已经从开到我，那你啥人不该留落来？但我希望我将伊留落来，有伊应该爱行的路，互我家己选择。伊来离开，对大家毋是拢较好？啊，不过大家斗阵遐尼久啊，安尼就大家分开，敢袂真危险？世界上危险的代志本来就真多，我哪有迄个能力去体解？伊应该家己去面对才对。对啊，你讲的是对的。啊，不过这段日子，我上袂当了解，就是你对俊男突然间改变遐尼大，反倒对我。我选择你，对你来讲虽然是无啥物，啊，不过你若无法度，我袂怨叹。我愿意一世人来照顾你。秋萍，你给我好吗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